总统府公布4名大法官被提名人，包括现任的监察院秘书长朱富美、最高法院法官蔡彩晶，也有台大教授陈忠武，以及捌做过日头会学院诉讼技术律师尤碧祥。那准这提名通过，女性法官比例会当达到1/3，是有史以来上悬的。不过这名单也互拿赢批评讲，这拢是蔡英文的人。纠正总统马英九任命4位大法官，要伫9月底任满8年。总统府30公布新任大法官被提名人，包含最高法院法官兼审判长蔡彩晶、检察院秘书长朱富美、台大特聘教授陈忠武，甲权威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恢复基金会董事长尤碧祥。那4人提名通过，将来15个大法官拢是由蔡总统提名，是毋是有司法执行丧失问题？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认为这是误解。他必然的，会跟大法官他的这个届期这8年是重复的，所以这个我外面有一些是误解林佳龙表示，这摆提名人背景多元分布，那通过女性大法官比例有1/3是2年相关。不过其中几人比积极甲民进党友好，比如朱富美先生是检察总长邢泰昭，负责太阳花学院诉讼技术律师尤碧祥，前一摆参加会试活动，也是有名冤案律师。不过国民党立委强烈反对蔡英文的亲信政治。对于太阳花，对于党产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。蔡总统这样子用人唯亲，的确是中华民国司法的悲哀。因法院要伫6月14到11开临时会处理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，不过由所改规定14个民团组成的民间监督司法院大法官人选联名，因为时间正案无法度完整表达意见，呼吁立法院4党团应该先行成书大法官同意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